我追訪咗咁多輯嘅優質工序，先知道原來要起一棟樓真係唔容易㗎。所以咧，今次炳叔同埋國強嚟講解關於鑽孔灌注樁嘅優質工序，我就實唔會錯過啦。開始啦，炳叔。Tony 都係嗰句先，要做到優質嘅樓宇咧，就必須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哦，不過唔好意思啊，其實咩係鑽孔灌注樁啊？等我解釋啦。鑽孔灌注樁即係行內叫做鑽孔樁。首先就係用重型機械鑽一個深入地底、直徑大概800mm 以上嘅窿，直至鑽到啱承托嘅岩層，然後用紮鐵落石屎嚟做樓宇樁柱之用噶。而窿嘅直徑仲可以做到3米闊添。咁國強，你知唔知道鑽孔灌注樁有咩好處先？梗係知啦。第一咧就係承托力夠強。第二咧，如果地盤嘅地質係比較多散石同埋岩石層面比較高嘅時候咧，用鑽孔灌注樁比起其他同類型嘅樁柱，建造費就梗係會平啲，同埋環保好多啦。第三咧就係可以減少噪音同埋震動，咁樣對周圍樓宇嘅影響都少啲啦。最後咯，就係樁柱嘅位置準程度夠高啊嘛。快而準喎。不過用鑽孔灌注樁呢個方法都有佢嘅局限嘅。嗱，就好似佢需要用一啲重型機器操作，所以就要大嘅工作空間啦。同埋鑽孔樁嘅面積比較大，所以加裝就比較困難啦。如果喺斜坡上做鑽孔灌注樁，就需要做工作平台添，咁費用就會比較昂貴啦。而且仲需要預先鑽孔，排出嚟嘅污水同埋沙泥都要經過處理。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污染周圍嘅環境噶啦。咁喺施工之前呢，一定要集齊有關嘅施工文件，例如屋宇署批准圖則、最新樁柱施工圖則、地盤探討報告、地盤同埋周圍嘅公共地體設施圖則。另外又要集齊政府批准有關地盤安全監工計劃書，同埋基礎工程嘅質量監工計劃書，同埋地盤周圍環境要注意嘅事項，例如係咪近地鐵啦，有冇架空電纜等等噶。好似未講完喎，等我嚟啦。仲要集齊工程師批准嘅施工章程、政府條例、地盤測量報告、地盤監測站記錄，同埋要做好鄰近建築物以及設施嘅現況測量報告。咁又要用閉路電視，即係 CCTV 錄影地盤周圍嘅排水管裏邊嘅現況，兼且要向香港水務署申請水源，仲要向環保署申請排污牌照。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要攞到屋宇署嘅鑽孔樁工程開工紙同埋圍街板許可證啦。呢啲預備功夫真係做漏一樣都唔得噶。仲有鑽孔樁要用好多機械設備噶。係啊，好似吊機、磨樁機，即係 oscillator、震錘、反循環鑽石機，即係 RCD、各款鑽頭、鑽桿、泥夾、鋼通、錘、大底鑽頭、水泵、發電機、風機、石屎斗、導管，即係 trimmy pipe、過石鑽、飛機仔同埋小路寶、沉澱缸同埋環保甲鋁缸噶，仲有可以長到100米嘅泵尺。好嘢喎，咁多都記得晒。失禮。